因为今年的天气较烧热，嘉义阿里山的樱花提早开花，所以对今仔日开始嘛，展开1个月的阿里山樱花季。在时啊，就有真侪民众上山要来看樱花。看到已经开花的樱花，来到阿里山的民众，大家都咧找好的角度，要甲樱花来翕相。民众讲，阿里山的樱花看起来甲别位的无共款。很棒，很棒啊！怎么说？因为这个樱花其实跟外面看的不一样，因为这边是白色，一般我们在街道上面都是看到粉红色的，所以很漂亮。看这花开的呢，真水啊！哦，真水啊！嘿，新鲜很开朗。嘉义县阿里山的樱花季为3月初10开始，一直到4月初10，计共31种樱花的小连续来开花。林业保育署嘉义分署指出，今年的天气较烧热，所以花期有提早。咱全区的整整之夜，即马目前是开3社到4社，过来换大岛樱、普贤象樱、高沙樱、一叶樱，甲咱台湾的一叶兰拢会盛开。伫阿里山工作站头前的樱王，即马嘛已经全部开花。工作站表示，樱王为旧年开始都请树仔医生来照顾，所以樱花即马真健康，开花状况嘛真好。民众会当把握时间来阿里山感受一年一届的樱花季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